去考虑到别人，无考虑到别人，就互这个问题愈来愈歹解决，到落尾这个关系拍歹，这个问题就悬荡在那个地方，没有办法解决。所以有一个方法，咱来学习，就是要学习郑重陈述你对这个对方的尊重，表达你对对方的这个关切。讲哇，你是这个亚奥会主席，阮真尊重你。你是感谢你有愿意拨这个时间来听阮台湾这个代表，阮所提出来这个诉求。你要学习这款的郑重表达对对方的尊重，因为这是一条路，这条协调的路会当愈行愈久，愈行愈长，愈行愈顺利。还有一个好的开始，有8个步骤，是我们可以伫这个表达对对方的尊重来做。你要用礼貌态度来甲人沟通，袂当讲一气就歹。恁拢是乌白来，恁这做啥物？都在作弊欺骗。你个态度歹，你个协调就失败，就袂当解决问题。第二，要愿意用时间去替伊来想，伊咧关心啥物，伊所伫的是啥物，快去顺服这个官兵。既然你是这个大会主席，大会赋予你，互你这个官兵来顺服，然后我努力来去追求了解，你对这个看法、问题看法了解到啥物款的难处。我对这个问题了解到啥物款的难处。第5，爱去顾念对方的利益，这是咱小等的重点。然后你要用稳定的态度，伫咱第8课时阵，咱有讲着用爱心说诚实话。咱有讲着3个原则，就是爱福音最中心，然后爱快快的听，然后呢还要说可以带来医治的话语。带来医治的话有16个技巧。你唔知你会记袂？咱伫第8课中间来看到，过来你来第7，就是要留面子互对方。第8，当对方伊有一个善意回应的时阵，你要马上表达出赞美，马上表达出咱的感谢。这是一种坚固彼此的关系 ，affirm 彼此的关系。你若是失去这个礼貌，关系拍歹，问题永远袂当解决。总是你要将这个关系把握掉，互这个关系当建立好势，然后就让继续来协调，这是真重要的学习。第3是 U 就是 understand， 爱去了解对方的利益 interest 伫倒落。咱知影利益、问题甲立场 interest、issue、position 这3项无共款。issue 问题是会当去分别出来，而且爱将这个 issue 来讲出来，譬如达成共识，比如讲即个跆拳道的这个代志。亚台盟问题是讲这个判决已经判下去了，这个大会你会当做啥物款的表决，互要造成杨淑君的损失。那真正伊也无犯规，伊也无违纪的时阵，伊就失去一个金牌，你敢赔起？但是意思是安尼，要咱来弥补，这个过错到底是责任伫啥物款的所在？第2个 position 立场是讲，咱毋茫达到的这个结果。要有一个清楚的看法。对台湾来讲，咱当然这个金牌本来就是咱要摕到啊，所以咱的立场就是咱要本来这个冠军就是咱的。但是对这个大会来讲，因为裁判的判决要尊重裁判的判决，也是大会原则。所以因为拢有因的 position， 因的立场，这是咱要去知影彼此来知影。第3 interest 这个好处是会互人产生一款的动机。这个动机检测，这个 interest 检测是人所关心的，毋茫得到的，也是伊所需要的某种限度或看重的事物。对咱遮台湾的选手来讲，伊所看重的遮个动机是啥？伊毋茫得到金牌，光阴倒转来，为成为台湾之光。这是伊的最大的动机。所以伊为了这个金牌，伊会真努力。咱是不是会当用其他的方式来敲锤？来肯定他，来表扬他，让他得到更高的尊重和肯定。这刚才若是也当安尼，那杨淑君会更努力，愿意去协调。对亚奥来讲嘛是，亚奥会他办起了亚洲区的奥运，就是在准备以后的这个下一届的奥运的比赛资格。所以亚奥会大会也当就这个代志处理掉好势，他能够公正公平，就会得到亚洲各个国家的尊重。甚至世界各国，因为这个新闻已经变成国际性的新闻，甚至奥运会都在关切这样的事情的时阵，亚奥会也让处理到好势，这就是因的动机、伊的 interest、伊的利益伫这个所在，大家往这个方向去寻求。
总是咱往往拢陷落伫即个第二个立场 position 无共款。我要金牌，我要尊重我的裁判，尊重裁判的判决，所以人就安对立没有办法解决问题。咱就要来注重伫双方的即个 interest 利益伫什么所在，才当发展出即个更较好解决的方法。伫圣经中间，就一个例是咱当来看的，就是伫撒母耳上卷的25章，会使规章的记载。迄阵咧记载大卫也未做王进前来服侍扫罗王，扫罗王无爱来怨妒伊，所以来追杀伊。大卫就含600个遮军队伊的勇士密伫旷野中间。等大卫要700这600个人，因真正无物件通食，因拢是咧烧钱的，伊毋是咧做田，伊毋是无物件通食的时阵，大卫就派10个少年人去找遐个所在好野人，叫做拿巴去找伊讲，哇，我的主啊，伊真亲好安尼尊重伊，我的主啊。我过去伫你即个土地的所在，我拢保守恁遮的羊啊，你的4000只的羊啊，一只拢无失落。阮600个人伫遮的所在，拢无甲你得失，你遮的羊啊一个拢无减去，甚至有遮的土匪来的时阵，阮阁替你来看过。即马阮有困难，阮需要，你会当叫你的贵人来帮助阮无？伊安尼足好咧，甲拿伯来讲，总是拿伯的回应啥？讲大卫是甚物人啊？亚西的囝是甚物人啊？最近有真侪遮做人的奴仆的，拢背叛伊的主，拢走出来。我绝对袂好用我的物件来帮助遮咧走路的人。遮个兄弟我绝对袂安尼帮助伊。大伊踢笑，大伊讽刺，然后就将因拢赶走。然后这10少年人登去甲大卫讲的时阵，大卫就足生气，讲即马有400个人，你就爱派你的刀，我家己嘛要派我的刀，我甲上帝咒抓，明仔载天光。拿伯因当若留一个查甫的，愿上帝重担刑罚我，伊甲上帝安尼咒抓，总是伊就准备要去大开杀戒。但是即个时阵，拿伯的某亚比该，伊知影即个风声了后，伊就紧吩咐人，紧传遮的饼，紧传遮的酒，紧传遮的食的物件，紧再去互大卫。这是头一项，第二项，我家己嘛要去。然后伊就咧思考，伊要安怎甲大卫来参详，安怎甲大卫来讲。所以伊伫行半路伫挖角时阵，拄着大卫甲伊遮400个要来杀人的遮个勇士的时阵，伊就规趴伫土骹。咱会知伊是一个好野人的某，伊趴伫土骹讲：我的主啊，愿即个罪归伫我，求你的女仆、女婢你来讲话。然后伊就开始来用。表达一段的话，咱当伫撒母耳上卷25章23节到31节，你来看到亚比该伊安怎用伊的智慧，安怎用即个为对方的利益来考虑的方式，伊就开始来替大卫讲大卫啊，你既然你是一个勇士，你是上帝所敬重的人，如果你今日若是杀人流人的血，即个罪是会点伫你的身上。你是要互上帝所设立，即个领袖领导者，所以我毋茫我的主，我的主大卫，你会当停止，毋通安尼来流人的血。所以因为大卫足生气的，气甲，伊无爱协调啊，无爱佫讲啊，我直接要帮你做掉。但是亚比该，伊许用伊的智慧，为对方来想，今日你是上帝要高抹的人，你若去杀人的血，你知影你？对你的王扫罗王，伊伫遐的时阵，你有机会杀伊，你连伊人的血拢毋甘留。你即马你要来杀遮无辜的人，检查你安尼敢会当对得起上帝？所以大卫互亚比该安尼提醒了后，伊的心就醒起来，所以伊就马上改口讲：耶和华上帝是应当而乐的，因为伊派你来帮助我，停止我犯罪。所以伊最后讲：我听了你遮的话。你当平安安的转去，你当平安安的转去。所以亚比该伊停止一场问题，伊解决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真简单，就是大卫伊需要食的物件。但是亚比该嘛知影，已经派人将这食物件载去，大卫伊会甘愿袂？伊绝对袂甘愿，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所以之后要用更去推广利益着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伫传道书第9章安尼讲，智慧赢过溃烂。亚比该伊根本就袂当甲人争啊，
伊根本刀拢举袂开啊，伊要安怎去甲即个400个人相杀？但是伊有智慧赢过这400人的溃烂，也停止这个罪恶，解决即个问题。这是圣经所留下咱的一个原则，咱要去学习尊重，去超吹对方的利益。当咱会当去超吹对方的利益的时阵，甲咱个人本身的利益的时阵，就会当来产生出即个智慧来解决问题。所以，咱就要来列出3项的代志，就是咱伫第一课所讲的冲突带来好机会。有冲突的时阵，有一个机会，就是你有机会当荣耀上帝；第二个机会，你有机会会当来服侍人；第三个机会，就是你有机会会当来更较亲像基督，亲像耶稣。咱会当来将咱有啥物机会无？伫亚台盟即个亚运跆拳道即个事件中间。咱通来改变即个思考，互咱即个思考讲，即个事件的落幕是毋是让来荣耀上帝？即个事件的落幕，咱是毋是会当去服侍咱的兄弟？即个事件的落幕，咱是毋是会当来互咱家己更较合适，亲像耶稣基督？这是每一个做基督徒应该爱去合适的原则。当然，你有你的冲突，伫你的公司，伫你的工厂，伫你的学校，伫你的职场上面，你爱面临的解决问题冲突很多。但是这拢是咱的一个机会，一个机会，甚至咱爱将咱彼此的利益公开来表达出来。我的好处是安尼，互你知影；你的好处是安尼，我嘛知影。好，有时阵咱将对方的好处写出来，但是咱无互人知影讲，无互对方知影我的好处，安尼人会讲安怎？你暗藏，好，人会讲你勾心斗角，安尼的协调，好，袂当公开的时阵。好，落尾佫会产生其他的问题。这是第三，爱去 understand 了解对方的利益。第四就是爱 search， 爱去敲吹 search for creative solutions， 你爱去敲吹这个有创意的解决的方法。这个创意来自于我们的自发性，咱袂当用这个阿比该的例来去解决咱即马台湾的亚运、亚台盟的这个问题，好，咱无可能。你爱对咱内底去敲出来去想，所以任何对咱伫这个协调的过程中间，任何伊所讲出来心内底的想法，咱爱甲伊鼓励。这大到是国家跟国家的对话，小到是家庭里面先生跟太太、妈妈跟儿子、爸爸跟女儿的对话。你若讲出伊的想法的时阵，你拢会有啥物款的反应？啊，恁讲我知啦，好，你讲这无效啦。你这个办法袂行不通啦，毋对，安尼毋对，爱鼓励伊哦，我真鼓励，我真佩服你当讲出你的想法，我对你所提出来的意见我肯定，好，但是不是说我肯定你的态度，好，肯定你这样的做法，好，想象力跟创意应该要被鼓励，伫任何解决协调的过程中间，咱所想出来的方法，咱即摆有一个问题伫遐，咱做伙来思考，啊，你提一个方法，伊提一个方法，伊讲一个方法，伊讲一个方法。当人提出来的方法时，不要马上否定掉，应当爱甲伊鼓励，爱甲伊支持，好，让他能够愿意继续讨论，继续来讲出来讲。伫美国有一个公司叫做戈尔公司，因为有一个产品叫做 Gore-Tex， 是使用高科技的布料。这高科技的布料一开始是用伫太空梭的顶头，总是摕来做人咧穿的衫。因这个公司是全美50大赚钱的公司，连续我袂记几年，连续几六年，拢伫美国上趁钱的去前50大企业中间。因为公司的文化很特别，他们鼓励员工提出他们的想法，因鼓励因的员工提出他们的创意。因为头家安怎产生的？因为头家毋是向的钱出上最头家，因为头家是大家投票，大家开会，最后投出这个对公司最有影响、最有帮助的人，因就是阮后一届执行长。因为公司是安尼来运作，安尼来产生，因将每一个人拢当作是一个真重要公司的资产。所以因讲因所起的工厂，因要出产的产品真多啊，迄量足大的，遮尔啊趁钱。但是因讲伊一间工厂无超过200个人，一间工厂袂使超过200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要互这200个工厂的每一个人都让彼此来熟悉，从厂长好到操作员。大家互相熟悉，也让互相来开会、沟通、协调，也让来讲出因的想法，所以因拢鼓励因的员工会当来表达出伊的意见。所以我等我看到因这个工厂内底
一个操作机械，吼，一个负能人。